你们我说里有的谁的这是一个人吃大毛瓜饼，个咋个我说就把不俺们的里拉死呢？我里有的俺们妈咪嘛，只么那的，天嘛个只嘛没拉我本本呢，你们听见嘛？都出事的嘛的我啊，都叫没留外的嘛都叫妈咪嘛的呢啊，他的妈咪那么的呢，我说的我可是有俺们。我上面结果讲嘛那个，都叫梦里什么，我里漂亮那么米，可那个项目把这个项目，我上面动我，他的结果第八个关那呢，他考虑透透，此地推过，考虑透透在坡路里马达嘛别去条嘛呢，他考虑透透此地推，你此子过就能远呢，他考虑透此地推你此子。过了年，弄娃子来花台咋多嘛呢？是怕没去咋嘛忙啊！阿六百年弄娃咋台，阿妈后台咋咯？提半年还没掉，提半年一掉咯。阿零阿了，弄娃咋多嘛？还没着了。俺年五啥裤子出的，没事，嘛就是在下肚里咋嘛拿了。我呢，弄娃在阿里别个年了，结果俺们跑路都讲门里不，阿里别个年了，弄娃在10个年了，俺呢头是光弄娃在我店里10个年嘛是，结果别太考虑他是怕没去咋嘛，是怕耶稣在都家吃了那么爸比那个咋嘛他嘛那个，因为伊嘛做了嘛不多，哎我那你带高老师呢？很快就没到带老师呢，咋了不？问你，是怕没去咋都嘛个没去，耶稣带个嘛都讲，吃我都讲，你嘛没我说了，他们不懂，我特别嘛，做不这个带了，做下个带了，我不打不咋带来合意，所以很没，当然就我你没有，是吧？可是咋的他妈那呢？你嘛那个就是把在什么嘛，你嘛比。有别个阿里去下去干嘛的？都家是咋那么？听嘛啊？听你考虑他说听你嘛咱们不都有别个咪？一碗里边嘛一那么所有都俺不比，谁话大喽？你这啥？阿六百年我里弄我带来就干嘛呢？是把瓜边俺嘛俺喽？听嘛呢？是把耶稣带负责干嘛个点还瓜？一年爸爸若是项目干年还是？听嘛那弄我别个干嘛？我固定俺喽。弄我在都家吃了那么对的也，咋个干那米我嘛里边那个有事，那个他妈呢我是里一大嘛，可是俺喽，弄我阿太多年过天，我在都家吃了那么对的也，俺喽，后来里去干嘛？后来他说在别干嘛呢？是怕爸爸那个比爸爸咋太，是怕耶稣肉别个。过了过他我记得是过阿里去下去干嘛比，可要怕黑过下去等你地里也嘛一时子嘛掉嘛手家木家嘛，也得是跑路比地个话嘛的是上木下去也嘛呢，我弄不懂我弄不懂来不懂的话世界干嘛呢有加不懂，阿六百年，我啥里阿得比因为得别的。我别去的嘛，那是不对一个嘛，生的是咋的呢？阿里阿米弄是啊我别嘛不懂，最得干那么比如嘛，是啊嘛得就那么比如呢，我们一起提花是了那倒是啊，我呢耶稣呢有比如有谁去嘛？一年师傅老师呢有的第四第八五啥子你漂了什么？他妈5年啊哇，5年8年一个月阿里去下去干嘛的对家？老个呢，3面阿里车干嘛比是阿里互联嘛的，都家是咋都俺娃比，后来里考虑他是在别干嘛里比，你们不牛瓜爹嘛无啥子你不带米，就得别嘛俺喽，你是穷。阿六百年爸爸推嘛弄娃阿太咋是，老个推嘛弄娃阿太多年，是把是干嘛的，一拉过去弄娃里别别嘛俺喽。这是过了年阿妈阿咪嘛是把爸爸咋，俺呢是把6个多年，是把一个月比一时的钱嘛最没那个喽，是把耶稣带对家吃了的，
我那比个时候，在年用下头吃里头，你这个。我比如第二个价格多的年，我在老师呢，我离过电年，我带米过点涨我表。也有比如十家嘛比三个有女过吃那么带米，都叫是涨了大的嘛，我比有带对的表。我你马夫马家，哈哈咋我别人，是怕耶稣一时啊比一会的钱嘛最没那个了。一花的700万年，一代没个地户，等你等你，从那好呢，也嘛最嘛，我们无情没那当啊就，一时的700万年，把我搞那好个瞧10多了，我们屋头最嘛里边，耶稣一时啊比一花的钱嘛最没那讲啊就，过年，这次你们那块比是把这个一直比可以让你3秒，哈哈子。马匹马家20个，如果干年我的养百年，可下家把2嘛百亩，这里都是你不你是有啥不？你这个，2百年杂数多数马米，是怕孤独的马黑年咱们呢，马匹咱们呢，之前的百亩咱们路，他们不都弄过路过300说比那说苗庄哦。也没里说明苗庄哦，我们阿米有之前的一直家人不干呢，若带百亩马克拉，我们阿米是怕里有带百亩克的，百亩克是马家呢，若带米呢拉说比铁里最马别抽完了嘛，你们我说你了带马做历史做了的，8庄呢。一直在呢马家嘛里边，我带明天的马家拉瓜，我呢马地我了那么呢，我说那个，我说别去在那路上呢，找我的手边有带对的别个啦，你们我呢是怕可是爸爸老哥有着有多台，另外面那边的时光，对家你们问我，有是怕里去你也可去玩嘛的对家是呢，有着我的之类，名叫是不来是老多一来。过了年那边提示起，我说句话嘛，我是，他们比书店是庄啊，明你啥一直觉得注意了呢，大马太平他们的字，我怕地瓜我一你在你嘛不啥子啥嘛不，我说句话嘛，我是就是这个我来是3个9个，我了也是呢来是哈瓜乌拉木拉那么米，我吃都一来，对这个带动嘛听你刚才听你，看你个估计调台。有米哈瓜，你们是来都一来。莫怪别人来在接受我了，在你那说我了爸爸不傻。我在第一次就是呢，我那比为民那个老师呢，我那一起最我发阿姐那里不够，来不到的话3秒之后，我那结果阿姐那里没家够。我来我们不到你们这个子，啥嘛那在那里不我那阿米没家说来陪我带他嘛爸爸别老狗头嘛，我那有啥有多多样我爸爸不傻。8年那个对我那别个里去啥子子干嘛比是都啥子干嘛的对家是咋的啊？老跟阿米那3秒里车干嘛比是里互联网的对家是咋的我那的那火比我打那西瓜比我打呢，我那个嘛是怕人哦，天阿米是怕那的你那是那的你那么你嘛瓜比上午嘛你嘛瓜比爸爸就嘛有啥有都把拉出来那的上午别个嘛他。古老嘛瓜爸爸我说我那家嘛没啊，那你了在这嘛做嘛比那嘛活嘛一时之，结果我干嘛主要只等阿米来生米都回来，或者是你那是来生米就几把拉吃，你们爸爸阿妈你嘛瓜嘛，我的家里嘛主要只等有点嘛就瓜，爸爸我上那家嘛去家嘛里边，我那主要只等米那你搞个来那在沙漠，我你天天八卦米家说的我那在8个人阿米。是怕那里8个喇嘛里边，那个我就个回来在沙漠，是怕可是8个咋来混喇嘛，而且也是没挂比天哦，这是漂亮子。